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来敬拜他。好，我们的同工呢，也请我们的教育厅的弟兄姐妹都进来到当中。好，这个时候请我们一同起立，哈利路亚。神他说，我们一天要有7次来赞美他。今天是你第几次赞美神？70。你第几次要赞美神？早上起来有没有赞美神了？是我们一天7次要赞美神，这是大卫的作为哦，哈！一个赞美神的人，他的生命是被圣灵浇灌，他的生命是不断的有神的活水的泉源在运行，你也会产生一个极大的力量去影响别人。在来到这里，我们要全人全心都交托给神，阿们吗？阿们。倘若在你的生命里边，你还有其他的杂乱的事情在思考的话，你把它丢掉，你跟圣灵说：圣灵，我单单来到你的面前，耶稣，我单单定睛在你的身上，阿们，哈利路亚。牧师邀请我们把我们的双手举起，我们来欢迎圣灵，欢迎圣灵。我们来说，我欢迎圣灵，我们来说3次好吗？来，请。我欢迎圣灵，我欢迎圣灵，我欢迎圣灵，哈利路亚，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继续说：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爱你；圣灵，我爱你。哈利路亚，是的，圣灵，我们恭敬的邀请你，在我们当中，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来掌权作王。主，我们把我们的口，把我们的手，把我们的灵魂体都要交在圣灵的手中。你今天要亲自来触摸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从你而来那丰盛的爱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使徒信经，我们再一次来告白你所信的。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所信的神，他是活泼的神，阿们吗？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丰盛的神，阿们吗？我们所信的神是跳舞的神，阿们吗？跟旁边的弟兄姐妹，你跟他说，我们一起开口唱歌，也一起跳舞。我们一起开口唱歌，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在晴天赞美神，在阴天也要赞美神，阿们吗？阿们。神创造宇宙万物，都要欢呼赞美。神主直到地极，都要兴起歌唱，歌唱。从深海洋到高山上，天地都要宣扬。主在呼召神的百姓歌唱，歌唱。
赞美神，阿们吗？阿们，阿们，阿们。凡有气息的人都来赞美耶和华。如果你有气息，你就大声呼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神是我们力量，是我们依靠，阿们。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向神敬拜。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到永远。除了你在天上有谁？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到永远。除了你在天上有谁？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大声来宣告，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一起来拍手。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我们将掌声献给神，哈利路亚！你告诉旁边人，跟他说，你的赞美非常的喜乐。你的赞美非常的喜乐。阿们，阿们。所以这首是一首新的慢歌，这是周牧师所写的。
里面告诉我们，服事真的很美丽，而且我们要将一切荣耀跟见证都归给神。阿们吗？阿们。同心合一来敬拜，领受基督十架的爱，恩上加恩，信心倍增，感谢神灵时刻同在，同心合一起来敬拜，领受基督十架的爱，恩上加恩，信心倍增，感谢神灵时刻同在。我愿意献上自己，荣耀你尽心尽力，我喜爱宣扬福音，见证你恩典永留。我们再重复来唱一次，同心合一起来敬拜，领受基督十架的爱，恩上加恩，信心倍增，感谢神灵时刻同在。我愿意献上自己，荣耀你尽心尽力，我喜爱宣扬福音，见证你恩典永留。我愿意献上自己，荣耀你尽心尽力，我喜爱宣扬福音，见证你。再大声来唱。我愿意献上自己，我愿意献上自己，荣耀你尽心尽力，我喜爱宣扬福音，见证你恩典永留，荣耀归于上帝，功劳归给你，喜乐留给自己，不是真美丽，荣耀归于上帝，功劳归给你，喜乐留给自己，不是真美丽。我愿意献上自己，荣耀你尽心尽力，我喜爱宣扬福音，见证你恩典永留。更大声来唱，我愿意献上自己，荣耀你尽心尽力，我喜爱宣扬福音，见证你恩典永留。感谢主，可以让我们能够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土地上面为神传扬福音。我们白白领受，我们也要白白给出去。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按着神所赐给我们那祷告的权柄，因为神说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应许都是是的。阿们。因此耶稣基督他乐意把这一切的丰盛都要加在我们的身上，他更要把这土地一切的心上
都要透过我们的祷告，神要来应许成就。你相信你的祷告能够带来应许成就吗？阿们，阿们。感谢主，因此我们要用祷告来服侍。我们这个时刻，我们要来为我们在下个礼拜929，我们要街头布道，我们一起说929要街头布道，来929要街头布道。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福分，因为你能够踏出去，能够参与街头布道，这就是神在你身上的福分了。阿们，阿们。所以我们现在要来 RPG， 一个找一个，我们来 RPG， 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929天气是凉爽的，还有我们能够碰到许许多多的，就是神早已经预备要让他来认识救恩的，透过你来对他传讲福音卡。好，我们现在来 RPG， 来两个人来 RPG， 会的来带不会的，会的来帮助不会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来大声的宣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啦，哈利路亚，是的啦，哈利路亚，是的啦，是的啦，哈利路亚。步骤先赞美，第二个带球为929街头布道，哈利路亚。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感动。圣灵他对我们说，他在我们永光教会建造了那传福音的军队，这土地要因着我们而蒙福，在我们的土地当中要因着我们的祷告，因着我们的传福音，耶稣基督他必要加速快再来，因为我们要得这属天的福分，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把荣耀掌声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家请坐，请坐。现在我们要攻读圣经。圣经记载在新约希伯来书6章13到20节，希伯来书6章13到20节，请。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起誓的，就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起誓，并且以起誓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借这2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圣经攻读到此，愿神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接下来要请我们的牧师，周牧师，他分享的信息是神应许的凭据，神应许的凭据。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这里来敬拜。我们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天气不是很好的时候，更愿意持守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间，把这时间分别为圣。我相信神喜悦，也在我们当中必显明他的心意，叫我们每一个人更知道他是何等爱我们，何等器重我们的。阿们。好，那我们要 OK， 来，我们举起我们右手，我们一起来宣告：来，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人生的灯塔，能力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100倍，喜乐满意，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好。阿们，阿们。上个礼拜牧师有给大家一个家庭作业，对不对？我想说，今天我们要进入这个主题的时候，来提醒大家，有没有把你自己从圣经里面的一句话称为座右铭，有把它找出来了没？有没有呢？有。来，昨天上个礼拜作业有完成的，或以前就有完成的，举手一下好了，举手一下好了。OK， 感谢主，得安慰一些哈，因为上个礼拜寥寥无几哈，那表示说这个礼拜有一些人有尽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好不好？这是神对我们生命的祝福，也是对你后代的祝福。所以牧师巴望每一个人都有你把圣经的特别感动的那一句话要记起来，要牢记起来，并且跟自己说，这是神对我的应许跟祝福。阿们。好，这非常的重要。跟着今天的主题，我们就会更确信，当你明白神对你应许的时候，你会
100%的抓住这应许，并且会成为你一生的祝福，也成为你子子孙孙极大的一个恩典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握。如果还没完成的没关系，我们还回去记得用祷告、默想、读圣经求圣灵感动你。你觉得哪一个经节是你特别感动的，你就把它找出来，把它写起来，甚至把你的圣经翻起来，第1页就把这个写在里面。阿们。然后牧师的圣经第1页就是写我的座右铭的经节哦。好，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好，感谢主。话说有2个兄弟，他们一个国3，一个国小，还小哈。在过年之前呢，爸爸妈妈就送他们回阿嬷的家来提前过年这样子哈。那回到祖母的家玩就很高兴，哇，玩得快翻天了哈。哇，那阿嬷哇真的很高兴，宝贝的孙子能够趁着寒假的时候回来家里走一走，都很高兴。但是要睡觉了，身体洗好了，洗澡洗好了，要睡觉之前，阿嬷特别交代哦，就说要睡觉之前一定要祷告，你祷告，上帝会听见的，上帝会祝福你哦，会听你的祷告哦。哇，这2个在家里就被爸爸妈妈操练过哈，所以知道哦。哇，这个弟弟啊，国小1年级的弟弟，祷告就超大声的哈，哇，好像要把那个屋顶翻起来哈，好大声，好大声哦，哇！然后呢，哥哥就说：“你干嘛那么大声啊？对不对？因为他弟弟就大声的祷告说：“上帝呀，今天过年求你赐给我新的脚踏车啊，要赐给我新的电动玩具哦，还有乐高哦，不要忘记哦。”哇，好大声哦，哇！那哥哥就说：“好吵啊，干嘛这样子呢？上帝又不是耳聋，对不对？真的需要这么大声吗？”弟弟很认真的跟哥哥说：“我知道啦，但是阿嬷耳聋啊，对不对？阿嬷重听啊，所以要大声一点啦。”哇，这个弟弟真的很有心计，对不对我想说，对，在我们信仰上，我们深信神是垂听我们祷告的上帝，但有时候我们以为上帝耳聋，听不见我们的祷告呢，跟这弟弟一样，好不好？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祈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勤持迫切的祷告，不是因为怕神听不见哦，其实是在提醒自己，这件事我交托，阿们。这件事我说出来了，这件事如果成就的话，我知道是因为我有求过上帝，哇，这是我们必要了解的。好，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明白，因为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诗篇121篇第2、3节，对，这是我们所相信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了解哈。你跟隔壁说这句话来，不要烦恼，上帝在乎你，阿们。你来礼拜心里还有烦恼的，现在应该可以把它慢慢卸下来，好，专注的在我们的神，在敬拜当中，我相信你会遇见这位何等爱你的上帝，他在乎你，他懂得你的最需要是什么。所以我们知道，在信仰跟生活的信心的生活里面，我们最大的难处是因为我们所信奉的这位神，没有一尊的神明让我们看，我们不了解，也没有办法掌握到底我们的神是否现在就在这里。但是我们常常会用眼睛来看，来确定说到底他在不在。然后我们这位神却不是这样显明给我们看的。如果以旧约来看，如果神向他的百姓显明的时候，大家会怎么样？会吓死了。那个对我们来讲，那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样一位圣洁大能的上帝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即便我们肉眼看不见，但是我们心灵是可以去经历他的。这是我们在信仰上，我们可以好好
来确定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也可以让我们更了解，在我们的信仰上，我们还有一些的疑虑不了解。至于这位神到底是跟我怎么样契约的，而我相信他可以回到父的家里面，而这个过程，这个应许到底有没有落实在我的生命里面呢？今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看、来了解哈。所以我要相信跟要经历，这是你我信仰所要的。如果你只是听，没办法去经历的话，那我说我们信的是空的，因为这个信仰的能力没有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如何跟人家证明说我信的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呢？这是你我所必要的。所以我们说，为了要有见证，就是因为我们经历它，我们说出来就是见证，而见证的能力会帮助你自己，也会帮助听见见证的人，让他们能够看见，哇，我们所信的上帝真的就在你生命当中行了神迹奇事。所以感谢主，今天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就一起来思考。希伯来书第6章第1节开始，其实有一个前提是告诉我们说什么？说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我们的信仰不能永远停滞在吃奶的阶段。我们应该要有所成长，就像我们巴望我们的孩子从小出生以后，不是永远的婴儿，应该是可以成长的。然而你知道吗？在信仰的这个过程里面，在教会当中啊，有很多人，他即便信了10年、20年，他还是一样是婴儿的状态呢，还是婴孩的状态，需要人家喂养他，需要人家关照他，替他穿衣服，需要人家怎么样帮助他，时时刻刻的都是坐在那里等着人家来帮补他。圣经告诉我们，这等人没有办法去领受神的恩典跟荣耀，因为他是婴儿，他承受不了从神极大给他的祝福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往更高层次的信仰来走，而这更高的层次信仰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跟生活能够合一，并且能够不断往更完美的境界。那所谓完美，是神喜悦的生活的模式跟内容里面来往前来奔跑，这才是基督徒应该努力的。所以我们感谢上帝，神给我们永光教会有领袖培育学校，非常清楚，透过这学校，让我们从婴孩很快速的可以成长。哇，这个是很棒的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到这里，或者在这里面还不是什么领受更多的话，那你应该快一点进来，因为这帮助我们在信仰上去经验我们这位上帝他所带给我们的是何等大的恩典跟祝福。这是常常许多的人还没有办法完全去体会去经历的话，那这份信仰对你来讲，祝福是这么一点点而已。不，神给你我的恩典是大的，这是我们所相信的，因为神一切的应许都是为他所创造的百姓所预备的。阿们。你在圣经里面看到神一切的应许，如果你阿们的话，那都是你的，因为你一定是神所喜悦的，才能够在这里经历他的同在。所以这是我们要确信的一件事情。然后圣经希伯来书第6章读到我们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就举一个例子让我们来了解，就是我们的信仰之父亚伯拉罕。他用亚伯拉罕来告诉我们明白，我们得这福音的好处是多么的棒。在这福音之下，许许多多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对你我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给亚伯拉罕后裔的祝福，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说，神为了让亚伯拉罕能够确信神呼召他、应许他、带领他，这是一定不改变的事实，并且应许他的一定是指日可待的，一定会成就的。他耐心等候，必然得着。所以呢，上帝就指着自己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没有办法指个一个比他更大的来启示，没有，所以他就指自己来启示。哇，这是很特别哦。所以上帝指着自己跟亚伯拉罕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哇，这样的一个应许，让我们能够想到说：上帝难道还要再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启示吗？来做应许吗？的保障吗？上帝不是全能的吗？为什么上帝还需要说：我给你保证哦？不，上帝所说的话，哪有一个是不成就的？他既用话成就创造宇宙万物跟你我，他有哪一句话不成就呢？那既然是出于神的口所出的应许，然后会不成就吗？为什么上帝还需要再一次的来做双重的保证呢？是因为他体恤我们的人，我们的人的软弱，我们常会陷入在怀疑当中，我们常会有恶者跟我们咬耳根，说不可能啦，你什么上帝会爱你？你礼拜都不专注，对不对？听讲道都打瞌睡，你以为上帝会爱你啊？你跟隔壁说，你怎么打瞌睡，上帝还是爱你。因为会让你打瞌睡是牧师的错。哇，大家都醒起来，醒了啊！感谢主哈！哇，是的哦，即便你怎么样，上帝爱你不是出于你什么条件给他，乃是他就是爱你。阿们，他就是爱你，因为你是出于他的，他不爱你，爱谁呢？所以让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上帝还要在启示里面还要用自己来当保证人呢？是因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体恤我们会打瞌睡，会不专注，所以也叫牧师也体恤大家的不专注跟打瞌睡。跟隔壁说，我不会打瞌睡啦。阿们，感谢主哈。所以你看，圣经就这样告诉我们说，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哇，上帝自己起誓哦，借这2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你觉得上帝会说谎吗？不会。好，那上帝再一次的保证，他不说谎，说我跟你立约，而且我用自己来当保证人，那是双重的一个应许在这里哦。阿们，双重的凭据给予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怎么样回应神的应许跟保证呢？我们看亚伯拉罕他是如何回应的。圣经就说，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亚伯拉罕的很久忍耐，神应许他要论福给他大福，对不对？论子孙给他，就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这个什么海边的沙这么的众多，对不对？然而你看亚伯拉罕在有生之年，他有看到神给他的这一些的祝福的结果吗？他没有完全看见。然而亚伯拉罕却信神必然成就，而如今我们依然成为亚伯拉罕的见证人，跟亚伯拉罕说，上帝应许你的真的成就，阿们。因为我也是你的子孙，阿们，并且人们也要因着我蒙福，就像神应许你的，今天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都同得这福分，并且能够成为蒙福的祝福的管道，能够分享出去，阿们。对，所以神的应许有没有成就？有，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见他很久忍耐，就临到神为他所预备的一切的福。所以我们感谢着基督徒，就是以这么2件不更改的事做凭证，神的应许，神的保证。所以我说，神是应许者，他也是担保者，阿们。你如果要跟银行打契约，因为你可能买房子买车子，你需要有一个担保人，对不对？
好，那你这个担保人基本上他一定银行看这个人是 OK 的，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付出这样的这个什么，没有办法负担这样的一个贷款的话，很少贷款，所以都讲不出来哈。但你就怎么样？至少还有一个担保的人。哦，这是银行会借你钱的一个非常重要关键。如果你没有担保人，他不可能借你。那我们的神应许我们，他自己又以自己为担保人，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确信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主，不只是这样，我们在旧约看到这样，也到新约，神也重塑这样的一个应许在这其中哦。所以神的应许有双重的保证，阿们。我们一起来说来。神的应许有双重的保证，是的。话说当时候降落伞刚正式来量产的时候了其实因为当时候的技术还不是很纯熟哈厂商就想尽办法最后到合格率是99%然后就交给军方哈。那他们觉得很自以为傲，说不容易啊。我们的品管多么的严谨这个合格率是99%，其他的厂商做不到的哦。那你知道吗？军方拿到这个资料说合格率是99%，军方想到的是什么？1%呢？如果有100个阿兵哥去跳伞，一个呢？一个他会怎样？可能会自由落体，然后就会成为一坨，真的是一坨。个重力加速度高空下来，人是没有办法抵挡这样的一个压力的。然后军方就说不行人命关天呢。这个厂商他说我真的没办法，就是99%有就是这样子啦。好，那军方想了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一说出来以后，下次就100%的合格了。你知道他们想到什么吗？他们就说好，厂商这次比如说你交了100件来，我就抽样3件，请你们工厂的3个主管上去跳看看，厉不厉害？所以那个要上去跳的，是不是1%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可以做到99%比如说那个黄金可以纯度到多少？99.99999999，但是问题还是有怎么样？0点数的后面，最后不管几个0，还有一个什么？至少还有一个1呢。这是我们人的极限，但我们感谢上帝。如果上帝的应许也是这样，99%给你，1%或者0.00001不给你的话，那个应许会落空的话，那个保证是没有的话，那对我们来讲，我们也会怀疑。然而，神应许给我们的是100%的，因为他绝不会对自己说谎，并且他的能力是超乎万有的。他既然能说有就成，他也必然能够成就他所说出的。这是我们所信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清楚的看见：神应许他所有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是100%的成就。阿们。所以，只要我们紧抓住耶稣，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给过去我们信仰先辈他们的，都可以成就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这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凡是我们愿意相信神的应许必然成就，我们也要学像我们的信仰之父亚伯拉罕，要很久忍耐，要很久忍耐。有时候我们很着急，但是更多的我们要得智慧，是在于怎么样平静安稳，对不对？当我们越平静安稳的时候，圣灵就会给我们最棒的提醒，
会教我们明白什么是他所喜悦的。如果我们操之过急的话，是用自己的血气来面对，可能会头破血流，也可能。但是神不愿我们这样，因为在他应许里面，他100%可以成就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坚持所信的主，也信主所应许的。阿们。是的，这是你我所必须要相信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圣经继续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指望，就是对这神应许的指望，是因为像什么呢？像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哇，这是一个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比喻，让我们了解说神应许这给我们的，从灵里面我们得着的，就像一个很牢靠的锚。你看那个游艇入港的时候一定要用锚，对不对？把它固定。如果有风有浪，那就还 OK， 没问题的。人员货物进出都 OK 的，没问题。即便有小小的波动，都还可以，因为锚是牢靠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灵魂的锚是牢靠的，并且是怎么样？是直通到幔内的。他说的幔内是哪里？他说的幔内是至圣所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灵魂体，我们的灵，既然这个锚是能够直通到至圣所里面，那表示我们的灵魂体，我们的一生所想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指向至圣所。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基督徒的生活的一个很准确的方向，是永不改变的。这个方向我们找对了，那所有一切神应许的都会在这道上来成就，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为什么看重我们的敬拜？为什么用心来预备所有的敬拜？那是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是进入到至圣所里面，是可以朝见神的。因为耶稣基督已把幔子打开了，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宝座前，为了怎么样得着及时的帮助阿们。对，这是我们人生的方向非常重要的。然后他也说，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西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哇，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是我们一生的大祭司。大祭司竟然可以直接的成为我们的榜样，他为我们进入了幔内，表示说他引导我们进入到至圣所里面，引导我们指向上帝，引导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是归属神的，并且也借着他在神的宝座前为我们代求，来成就我们在祷告里面所有一切的敬拜、赞美、感恩、祈求跟代求。阿们。哇，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保证呢，极大极大的保证，这是成为基督徒你我们必须要完全了解的。所以愿神给我们明白，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他在哪里，信他的也要在那里，对不对？那我们也相信，耶稣既然进入到至圣所，到祭坛那里敬拜，那我们跟随他的也就跟随他的脚步到神的面前去了。阿们。他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因为他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过去就是已过，都变成新了。阿们。所以他既然引导我们，他也告诉我们，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对，我们容易背诵，但是我们更相信我们的生命就是指向祭坛的。阿们。我们的生命是走入至圣所的，因为大祭司已引导我们往这个方向而行。所以感谢神，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要问了：如果神已经应许为他所爱的人、信他的人、就近他的人、亲近他的人有这么大的福分，为什么我们反观我们的生命还有很多的破口，没有办法去领受这一些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神出问题，因为神跟你我立约当中，他给我们双重的保证了，所以没有得到该得的福分，不是神出问题，而是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回想，我们哪里有破口，就愿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哪里有不是，就愿主耶稣基督怜悯饶恕我们。这是我们人必须要做的。这是基督徒，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总看清自己的时候，就求上帝怜悯。神的宝血，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早就预备在那里了，是不是？当你回转的时候，他就用双倍来迎接你我。这是神的作为，只要我们回转，只要我们回转。所以求神给我们明白，基督的救恩是永不动摇的。阿们。我们跟隔壁说，基督的救恩永不动摇。阿们。牧师，我们全家在2年前的8月29号有拜访就是传播协会哈，我们称它为ORTV 哈。那时候我们去那里拜访因为跟谢会长有一些的联系要去观赏了解他们我们也彼此更多的有一个分享哈因为我们在大型的活动上都有彼此的资源，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团体，是神蒙福的团体，所以我们就去他们也了解我们永光教会神怎么样爱我们、重用我们，所以有很棒的分享没想到我们那天去上班的时间呢彭蒙慧老师他也来上班他当年几岁？96岁，还在上班哇！他看到我们很高兴的，看到我们的2个孩子年轻，哇，很棒啊，被神所使用啊，他就大大祝福他们对。然后我们有很好的交通并且能够认识他们的团员不管是天运的还是空中英语学校的教室的这些我们在那里合影觉得真的是很棒里面有一个我们熟识的，你知道是谁吗？Jack 有没有在最左边最左边对，他也是天运很重要的音乐人，并且他在舞台上的表现真的是很亮眼不晓得你们有去看他们演出的一个司机他当司机当书记主教哇，真的超神奇的我们都跌破眼镜，哇，他超厉害不止这样我们也感谢主我们去我们也跟我们几位的我们的永光人我们认识去看他们的那个工作的情况哇，他们听到我们去都很高兴小揪赶快潘牧师、周牧师来看我们所以目前我们教会大概5、6位在那里服侍那当然谢会长也很肯定我们这些的同工，他们在那里的摆上他们有永光的 DNA 他们觉得真的是很好的跟他们有很棒的合作的永光教会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一天彭老师他也拿了3、4样的这个名片，就说你们可以自己要选几张都可以当然我把他选了这一张他永远的朋友这是他在生命里面神给他的一句话，也成为他传福音非常关键的，因为他就是要把他一生最好的朋友介绍给他的朋友他想尽办法在做那我那一天就非常的感动彭蒙慧宣教师，我自己那个感动是他真的是现代版的马偕，因为马偕在150多年前神差他从加拿大来在70几年前哇，神也从美国西雅图差遣彭蒙慧
老师、宣教师来到台湾，真的是不容易哈。所以在他今年8月6日，神接他回去，他享年有98岁，哇，非常的蒙福也成为他的长时间在台湾的耕耘，也成为台湾极大的一个祝福哈。那彭蒙惠宣教师，他是1926年出生在美国的西雅图哈。那12岁的时候，他有一次去参加特会布道会有一位宣教师在那里呼召，他呼召说，遥远的东方有千万的灵魂还没有听过上帝的爱，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在这块土地上付出生命的代价了，谁愿意去中国呢？哇，12岁哦，12岁哦！当时候他听到这个呼召，他就很感动，他举手说：“我长大以后，我愿意去中国。”他这一举手，就在他10年后，22岁哦，哇，多么年轻，对不对？22岁，他真的踏上了中国当宣教师，而3年以后，神辗转的让他来到台湾。你知道吗？在这3年的当中他来中国的2024年的时候，他24岁的时候，爸爸过世；他25岁的时候，妈妈又过世。那当时候交通不方便，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回去探望。然而他心里知道，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知道他是宣教士，所以他就依然的走神所应许也是爸爸妈妈支持的宣教的道路哈。所以他来到台湾是从花莲开始，从那比较贫穷的孩子，他们邀请他来做来教他们合唱团，也教他们英文哈所以1960年的时候，他就成立了中华救世广播团。那3年后就更名为救世传播协会。而那一年，他就也成立了天韵诗班、天韵合唱团，然后1966年开始，他们每年都用空中英语教室跟天韵合作来做布道会，特别在圣诞节之前做大型的布道会，我们全国这样走透透过英文，透过诗歌，叫无数的人认识耶稣基督，皈依在耶稣的名下。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哈。那彭老师他就说，有人问他说：“哇，你离乡背景会不会常常思念家乡啊？”他说：“心在哪里，家就在那里。而我的心在这，台湾就是我的家。”你看他多认同我们台湾。虽然远渡重洋来到这里，但是他只身来到这里，他知道这是神应许之地，他就把这里看为是他的家。所以我们感谢主哈。然后在2001年的时候，台湾有一个极大的台风，就是纳莉台风，哇！所以当时候他们的整个地下室就淹水，所有的器材都浸泡在水里哈。大概那次的损失大概有6000万的台币哦，哇，极大的数字哈。2001年那个时候23年前哇，真的不容易但是那一天他们整理好的时候，大家累了坐在那里，彭老师跟他们同工说了这句话，说不要为失去的东西难过，不过这些不过是工具罢了，重要的是我们都在这里可以持续来服侍神。阿们。你看他的心是非常的牢靠的紧抓住神，他灵魂的锚是在至圣所里面的，有没有？他非常清楚他生命的方向是往哪里，所以即便这一些暂时没有了，他也相信失去跟供应的都是神所应许的。所以我们看见他在这里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的同工说那是不可能啊，政府不可能给你啦。那个在台视播放人家没有宗教节目可以在那里的，但是你们都是唱诗歌的，怎么可以？哇，真的被停掉了，你知道吗？
哇！但是神就为他们开路，因为他常会说：“我知道，就是因为不简单，才要试试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会听到不简单就停住了，不简单困难就后退了。但是神所使用的彭蒙慧老师，他知道有困难，但是他靠神可以逾越困难。阿们。这是他的生命当中给我们极大的一个提醒跟祝福。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我相信他了解，在神的应许不管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这是他心里打从心里100%相信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信。我们一起来说，来，在基督里神应许的都必成就。成就在谁的身上？在谁的身上？在我们，在你，在我的身上。阿们。既然神有应许，我们就相信必然成就。所以下个礼拜我们教会要第2次街头布道，这是神应许我们的。过去有一句话叫做“来来来，来信耶稣，去传福音”。我们过去会说“来来来，来信耶稣”，我们等着人来，对不对？那现在神也要我们说去传福音。所以感谢主，我们有将台语版的华语版的也翻译成台语版了。我们还是会遇到很多听不熟悉华语的我们这些的弟兄邻里，那我们也祈求神帮助我们，透过我们的小组来帮助我们训练这台语版的，让大家能够熟悉没关系，如果你用台语真的遇到听不懂华语的，用台语跟他讲，他也会帮助你的，你知道吗？你练得不很准，他也会帮助你，因为神的灵感动他帮助你，而这时候他所练出来的就成为他的祝福。阿们。所以我们一起来我们这个礼拜1、礼拜2的早上我们有祷告会，礼拜3、礼拜4也有祷告会。牧师巴望我们更多的人参与更多场次的一起来参与在祷告里面，从祷告出发，因为我们没有做那不经过祷告的事。阿们。所以我相信神会祝福我们永光教会我们求神在下个礼拜给我们最棒的天气，给我们弟兄姐妹带着喜乐的心一起去传福音，一起去传福音不是一起去郊游。郊游有时，传福音有时，对不对？那下个礼拜就是我们一起去传福音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也记得要报名一定要报名，我们要有所预备。OK， 好，所以我们感谢主。你今天有领受吗？阿们。神对你我的应许都是双重的保证，你要相信，你要全然的相信。OK， 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11章6节，再一次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11章，对。我们既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就是信他的，并且是可以依靠他的。阿们。我们寻求他，他必赏赐给我们，因为在他的应许里面绝不落空，他的口所出的绝不会说谎，绝不会空有。阿们。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OK， 我们再来唱今天新的歌，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来一起服侍他，因为服侍他真的是很美丽。大家很主动，都起立了哈。同心合一，起来敬拜，领受基督十架的爱，恩上加恩，信心
从副歌来唱进来啊。我愿意献上自己，荣耀你尽心尽力。我喜爱宣扬福音，见证你恩典永留。荣耀归于上帝，功劳归给你，喜乐留给自己，服侍真美丽。荣耀归于上帝，功劳归给你，喜乐留给自己，服侍真美丽。我愿意献上自己，荣耀你尽心尽力。我喜爱宣扬福音，见证你恩典永留。我愿意献上自己，荣耀你尽心尽力。我喜爱宣扬福音，见证你恩典永留。我喜爱宣扬福音，见证你恩典永留。天父，你的百姓树立在你面前，谢谢你给我们的应许是100%可以成就的。求你除去我们的怀疑跟不信，让我们全然可以单靠你。我们看我们的环境还有很多可以更补满的，可以更加添的，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凭信心求，耐心等候，必然得着。谢谢你应许我们永不落空，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平安，今天奉献的经文记在哥林多后书第9章11节，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我一直相信慷慨的基督徒是乐意给予的，因为乐意给予的人，上帝看为宝贵，所以凭信心所奉献的一切，我相信上帝都会悦纳。我感谢神，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就给予我一段非常磨练的工作机会。创业的14年以来，就历经了5次的换店，其中不仅有被房东涨房租，或者是各种当初跟签约都不一样的理由，所以迫使每好不容易有了些积蓄，就必须投入在下一次装潢费用所需当中，所以是非常灰心和低潮，却不失盼望。直到圣灵感动我，应该在主日奉献中更加的有信心，于是我开始尝试着更多的奉献。这是一段很神奇的经历，我竟然开始觉得生活变得宽裕了，然后我更加用力的奉献了，直到创业的第14年，我们竟然拥有了第一间属于自己的店面。我们深深相信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间店，我们替它取名为安曼精英，这是意思是神的应许和大能，也开始致力在这个福音产品的创作中。上帝已经更加丰富的赐给，使我们不但充足有余，还能在各样的善事上
出力，上帝必使我们富足，随时有慷慨施舍的能力。相信会有许多人必定从神的手上接收到礼物，而向神感恩。阿们。谢谢。愿这么美的见证也可以临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开始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跟信心的行动，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奉献。开始奉献。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重新的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圣归于你。兄姐，请起立。日到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重新的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圣归于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圣归于你。兄姐，请坐。事工分享，请潘牧师。感谢主，让我们今天领受从神来的话语。当我们得着这神的话语的时候，在一个礼拜当中，我们真是透过这样神赐给我们的力量，再重新出发。阿们。所以呢，明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我们的季节的开始，大家充满了能力往前冲啊！好，那现在我们来关心教会的消息。好，这是我们的央心上个礼拜他们所举办的户外的密室逃脱，有30几位参加，也有很多的贝斯手。老少都参加哦，都是年轻的。我们透过这样的户外活动呢，成为一个管道，也邀请让很多的贝斯的可以借此呢，能够接触到教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感受到在这个社会上还有教会这么棒的团体哈。所以呢这些的户外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是玩吃，很重要的是要把他们引导到神的面前哈。有8位贝斯的朋友。
欢迎加入央亲牧区，大家掌声。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则的消息。好我们呢这个礼拜的导读呢主题是什么呢？好，我们一起来读，来，请。怜悯是神属性之一，是指神体恤人的软弱与痛苦，总是等候与饶恕。你跟旁边的你跟他说，我很有怜悯的属性。阿们，怜悯就是从神来的哦。好，所以呢，每一天的导读我们要抄写，我们要把它念出来，让它成为你及时的力量。好，那接下来好，那我们这是年轻人，他们有参加特会。再来下一则。好，我们呢在昨天基督精兵营呢有10位结业我们看到这10位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这些的同工在被兴起成为我们永光教会的领袖。倘若你还没有加入培育学校的神的灵感动你的心，快快的来加入我们的培育学校。好，那我们等一下结束之后呢，请我们铁三角的铁三角同工吗？还是小组长？铁三角，那我们留着。我们等一下呢要发这个下个礼拜的福音卡。那我们现在呢福音卡我们有新版的福音卡所以新版的福音卡增加台语的福音卡。好，所以呢等一下呢我们要来领福音卡之外，我们还要了解我们下个礼拜929我们要去街头布道的路线。好，所以等一下呢，请铁三角呢留下来。好，接着那下个礼拜同时也是我们的幸福小组的启动所以呢，我们请下个礼拜我们同工都到。另外呢，有副长要上台接受差遣让这成为我们的一个呼召。所以下个礼拜929几点礼拜？早上9点3合1的3场并为1场的礼拜。因为呢我们要出去街头布道，所以呢我们这牧师呢在讲道完之后，我们就马上要出去街头的布道。所以呢我们是9点礼拜，不要忘了。好，再来。另外呢是10月的第1个礼拜天呢我们要圣餐，还有我们要选举我们的新任的长老执事。所以呢我们会在10点礼拜，那我们呢也为我们要新选出的长老还有执事祷告，求神来让我们的灵感动，选出一个真正委身在永光教会谦卑服侍并且有牧养的这些的同工。好，所以呢也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所以下个礼拜几点礼拜？下礼拜是10月6号几点礼拜？10点，我们彼此的提醒OK，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10月6号呢10月6号选举。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公布我们永光你在这里受洗，然后你的会员名单或转籍过来的因为我们的长老跟执事的产生是透过选举。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永光教会的弟兄姐妹会员的名单已经公告在我们的公告栏。那我们自己去核对一下有没有你的名字，因为如果漏掉的话，你要赶快跟我们的行政干事慧华还有民间长老来跟他check 一下说你的名字没有在上面。因为名字如果没有在上面，10月6号你就不能投票。好，所以呢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做核对的。好，接着那10月6号一样有长执会，小组长是需要列席的。好，另外呢11月有一个活动是北大女宣的，所以呢也邀请我们的姐妹能够来报名参加。那这一次的灵修会呢他们邀请潘牧师来专讲，所以呢我们的同工呢也可以来报名来参加，在石门水库。好，另外一位是我们的石天进弟兄蒙主恩召，这一位是雅文的父亲。那雅文呢是汇成小组的姐妹在9月24号接下来的礼拜2有一个告别礼拜。所以我们如果时间上可以的，我们也可以来关心
安慰这个家庭。那礼拜一的晚上，牧师要到他们的家庭当中来举行平安的家庭礼拜。石天进弟兄呢，他在生前呢，他有决志要来认识耶稣，所以呢，我们就用基督教的方式来送别他。所以我们也持续为这个家庭来祷告。好，另外呢，我们为钟清兄是知和的丈夫哈钟清弟兄，他在礼拜五呢要脊椎的一个手术，所以我们也为他的手术的顺利来祷告。另外，我们的恒宇呢在英国在接下来马上要进入到化疗，所以呢，我们也为我们的恒宇一个人只身在国外哈，也为他所有的疗程的平安来为他摆上祷告。好，那我们呢？好，我们我们来介绍我们的丽霞姐妹。来，丽霞姐妹是秀云。好，我们看一下丽霞，请起立。丽霞在哪里呢？好，我们的丽霞姐妹，非常的欢迎你。好，丽霞姐妹，那另外还有丽霞的丈夫是不是？好，我们的全亲弟兄哈，哇，这一位姓年的都很少，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埔里有姓年的弟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关系？在埔里哈，上帝大大祝福你们他们原来是在灵粮堂聚会哈，非常欢迎你们今天来到永光跟我们一起来聚会哈，感谢主。好，我们呢也把这新朋友呢可以来我们的接待的朋友来接待我们的新朋友，教会有个礼物要来赠送给我们的新朋友。好，那另外呢，我们的政府呢有一个新的指令下来有关于宗教法人呢我们有一个各自的保护法。那现在呢我们要来请我们的国宾长老来解说一下这个各自保护我们要怎么样来实施。那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来注意来聆听，请我们的国宾长老，我们掌声欢迎我们国宾长老。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利用几分钟的时间呢，跟各位介绍政府的新的法令了哈。我们知道个资法在92年就实施，但是个资法没有对宗教法人特别的关爱哈。但是现在因为诈骗集团可能很猖狂诈骗的事情很多，所以呢，政府关爱的我们的宗教法人。那我们是属于宗教法人管辖里面，所以现在政府有很多新的法令规定下来，我们必须遵守哈。好，我们看这个是内政部给各法人的公文开始要管理宗教法人哈。好，来下一章，这是我们中会，我们属于台北中会属下的教会。所以中会也发文来，我们要注重这个各自的管理安全问题。再来下一章，这个是我们的法人也文来我们一定要遵守政府的法令有关于各自的问题都要遵守。好，来下一章这个也是我们台北中会法人属下教会要遵守的各自有关于各自的问题。好，来现在呢，我们的周报里面有加这一张，把它拿出来，请各位把这一张拿出来。这一张白色的这一张要做什么呢？就是说，收集、处理及利用个人之同意书。各位都是，如果你是永光教会的会员，不管你是成人会员、小儿会员，都要签署这一张。好。那因为什么签署这一张呢？因为你的个资有在我们的会员里面，有在我们的周报奉献征信里面，都会出现你的名字。周报柜会出现你的名字，奉献袋会出现你的名字，会不会？现在我们10月6号要选举的，你的会员籍我们公布在公布栏，都是个资问题。所以现在呢，政府规定要使用你这些个资，要你的同意。你如果不同意的话，我们这个教会所有的都不能动了，包括什么？包括我们教会要去外面活动，要不要保旅行平安险？
那你不提供公司怎么保险？好，那你不提供公司，我们怎么把会员公布？你是我们会员，我们不公布你的名字，那你又提出抗议，对不对？好，所以呢，你是永光教会的会员，麻烦现在把这一张呢拿出来，填上你的名字，写上你的身份证字号。为什么要写身份证字号？怕同名同姓。然后呢，日期写上2024 9月22号。这个是我们依政府的法令规定，我们来做。为什么？因为这政府法令规定下来以后呢，他每一年会来查你有没有做，有没有遵照政府法令来做。你如果没有做，就会罚你的钱，叫你继续改善，一直罚到你改善为止哈。所以呢，你是永光教会的会员，包括小朋友。好，那我们青少年呢？你满18岁没有？如果没有满18岁，拿回去给你的爸爸妈妈签名。那如果是你的小儿媳妇未满7岁，父母亲帮他填就好了。如果你的小孩满了7岁了，请他自己签名。请他自己签名。如果是你的家人，也是永光教会的会员，但是他很久没有来教会做礼拜了，那麻烦你呢带回去给他签名，下个礼拜再带过来，这样懂了吧？你的家人很久没有来了，但是呢他是永光教会的会员，然后麻烦你把他带一张回去让他填。然后下个礼拜带回来。如果你不是永光教会的会员，但是你常常为永光教会来奉献，那也麻烦你签这一张。为什么？因为周报会登出你的名字，周报会登出你的奉献名字，所以你如果说虽然不是会员，但是我常常为教会奉献，那你也填这一张，因为周报奉献的征信呢，也会把你的名字登出来，这是照政府规定哈。所以现在赶快把这张填好以后，交给我们旁边的我们的干事同仁哈。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比较有正当性使用你的个资，也照政府的规定来做了哈。好，这样说明有没有不了解的地方？没有哈。如果你的家人没有来的话，把他带回去他是永光教会的会员，请他带回去填哈。未满18岁的，请带回去给爸爸妈妈签名。未满18岁的哈。教会需要我们的这个同意书以后，我们教会也会按着我们的权责来保护我们个人的个资。因为政府也会临时就来查我们怎么样把我们会员的个资这一些怎么样来做保护，包括我们的电脑要设定密码啦，资料要上锁等等的，所以我们就不必烦恼。所以教会会把你的个资卖出去，不会啦，因为我们教会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在会内使用的这个部分，请大家能够来了解。现在也包括如果像我们要为代祷的人要提名，对不对？也要对方同意才能够登上去哦。现在是各自都已经要到这个程度所以请大家配合，我们大家都来签同意让教会在这些的刊登上以及你的权益上都能够做最好的保护OK， 好，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小组长呢在小组里面也继续来关心这件事情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同意来填写那如果你奉献，你想说你不想露出你的名字的话，那可以写一个也可以写一个资料，那就可以用编号。像牧师我就用编号在奉献那大家你看到编号就知道那是你，那财务会知道也要让财务知道你的编号是几号。那政府来查的时候，会计师查的时候才能够对上账现在是比较麻烦，但是大家一起配合是没问题的好，谢谢。
如果我们对这个部分呢，还有一些疑问的话，我们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国宾长老。那不是只有我们永光教会做这样，是所有的教会都需要这样子哈。好，所以呢，我们其实过去我们在周报上面，我们都有看到我们的名字，对不对？不管你是培育学校或者是服事的名字，其实都在周报上面了。但是现在呢，政府要我们呢。每一个人是要经过你同意才登上了，所以我们现在只要再加注这个同意书签署，这样就可以备查了哈。预备起来，如果政府要来查的话，那我们是经过你同意的哦哈，要不然就会被罚款哈。好，那我们大家都为这个事情来关注哈。好，接下来还有吗？好，那现在呢，我们呢要一同来彼此的祝福，大家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牧师补充一下，就是在我们后面的接待桌呢，我们特别放了这个我们的彭蒙慧老师，他以前是教英文的，对不对？如今老师下课了，好，很棒的见证内容。所以呢，我们如果要索取的，就在后面自由的来拿。那在这个周间呢，我们的前半个小时是我们的牧区的祷告会。那我们呢，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按这个时间一起来为街头布道来祷告。我们这个时候仍然站立，请周牧师为我们祝福的祷告。愿上帝对我们所有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都必然成就。阿们。让我们也凭信心说：主，一切你的福分我都要，并且恩待我的家、我的家人，也恩待我们台湾、我们的社区，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9点开始礼拜，上帝祝福我们，大家平安，平安，大家请坐。